老朋友，問下子，你了世界幾多錢？阿敏，你個面孔有盤閃，你衛生紙不宜出牆來。我會求米兩費、米咖啡、米湯、上廁所打2000。我會求大聲聲講對唔住，因為我係一個老實人。先生，對唔住，今日回過頭面到，下一次會改過。阿妹，唔會，你下我吃安切，愛咬口本先生樣，真會好。我會趕出門，點門香，噴門灰。我個間房安寧裡有面窗、桌、燈、書櫥、三櫥、大電線、電火。我最愛半夜班，會蒸肉、生月餅按開樂。我按鏡紗，因為有條紗有拖，又會咬人。